圣经今仔日要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箴言第4章23节。箴言第4章23节，现代中文译本第812页，台语汉字本第696页。我要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读。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定型的。因为今仔日的圣经较短，我邀请大家用你手中的版本，咱做伙过来读一遍，好无？请。所思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对思想定型的。多谢。信息今仔日本堂蔡主任牧师。伊要来分享信息，题目是木心系列第1讲，心乱了，心乱了，请咱恭敬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别个教会的兄弟，弥呼弥撒，好，我尔讲一句尔，吼。即礼拜咱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主题，牧师要分享即个木心的系列。即系列是真实用的信息。如果大家若专心领受，一定会当透过上帝话来得到帮助。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当心来祈祷。是阮的主，现在阮安静伫你的面前，要用恭敬的心来领受你的话。阮清楚明白，你的话是有气力，是充满活泼的力量。当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就会带来改变、调整的气力。主，阮恳求你，阮欢迎你的话进入阮的生命，来帮助阮，来更新阮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咱来合你的心意。也恳求主你赐了信心甲疼心，互阮实行你的话语，无任何阻碍。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咱大家拢知，我第一个囡仔叫做木心，吼。当初号即个名有几个无共款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当然这是牧师的心肝宝贝，吼，所以来叫做木心，吼。另外，其实我对伊有一个期待，就是伊会当学习。牧养家己的心灵，牧养自己的心灵。因为我非常清楚，当木心大汉了，就是咱这个时代，大概是咱人类有史以来心灵上界空虚、上界混乱的时代。所以我期待伊会当牧养家己的心灵来面对这个时代。所以咱今仔开始要。开始另外一个系列，咱爱的真谛的系列已经一冬久，咱来读爱的真谛。咱未来一冬，咱要用木心系列来学习牧养心灵的功课。所以，希望大家做伙用心来学习，因为咱是活踮伫一个真无用的世代。咱若看即个汉字，即个盲即个字，无用即个字。就是心死亡，就是讲无用，会互人心乱，乱甲甚至心会死。咱古早人讲，上界悲哀的代志，就是心死去。人心死去，就是拢无愿望啊嘛。所以无用会互咱的心乱，心乱会造成咱生命、咱的心灵的死亡。所以这是上界大的悲哀。咱来去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富士德，伊讲无用毋是属地魔鬼，伊本身就是魔鬼。意思讲无用就是魔鬼，因为咱知魔鬼上界大的目的，就是爱咱离开上帝。无用就互咱的心乱，心乱就离开上帝。咱来知心是影响咱生命的关键，心一旦乱。咱生命的步调就乱去，所以咱要真清楚、
真认真、真严肃来面对这个问题。心为什么会乱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过度紧张，还是讲过度欢喜。咱知影人紧张心就乱去呢。我记真我第一遍讲道准备了真认真准备真久迄逐字拢用逐字稿写好徛起咧讲台了哇，看到遐尼济那个信徒伫下面心都乱去开始学袂讲亲爱的天父上帝讲，亲爱的兄弟姊妹拢开始学袂讲讲规身躯拢流汗冬天个流汗迄时是真紧张，紧张心就乱去。你上过欢喜嘛，心乱去。我会记我第一遍要做老爸无顺了要生产，送去即个妇产科伫遐听候要生产。因为无顺了较细粒子母亲阁较大只所以生无啥会出来。注这催生的车注这注24点钟嘛阁无法度生产。所以护士就老讲，安尼爱用手术的方式来生产。伊就老讲，你去签一个迄个手术同意书。其实我要大家讲，我国文算得袂歹。我大专联考迄当我唯一的国文赢过阮迄当的榜首就对了国文算得袂歹，但是伊叫我写3字剖腹产，我写毋着2字啊，伤过紧张啦，心都乱去这是第一项。第二项过头的忧愁，还是讲哀伤，嘛，互咱的心会乱去。有个人突然间遭受到突然间的意外，临在咱的生命，咱的心慌意乱，心所乱去，所以我们知影要处理咱拢有即款的情形嘛。过头的哀伤嘛，互咱的心乱去嘛。所以牧师伫即个木星系列内底。有5讲会甲大家讲安怎去处理伤心的代志。咱家己伤心的代志，怎去面对；别人伤心的代志，咱怎去帮助伊。第三项就是咱今仔要面对的问题，就是俗世有息甲困扰。因为咱是生活伫一个充满有息的世代，即世间的代志真紧地吸引咱，互咱的心找袂到正确的方向。所以面对着俗世有息甲困扰的时候，咱心嘛茫茫所乱去所以有时阵伫即个真无用的世代中间，咱的生活有一时就陷入迄个失衡的状况。失衡就是讲，咱的生命失去平衡，生命失去平衡。一般人的失衡表现伫几个方面。牧师今仔甲大家分享3个方面。一个人若生命失去了平衡，心乱去，引起生命失去了平衡，伊会表现伫三种方面。第一，伊看代志的角度会失衡，失去平衡。第二，讲看代志的角度错误，常常发生就是用自我做中心，角度失去平衡，会造成真大的问题。譬如讲咱若角度看代志角度偏差去，这就是会失去焦点。我知影咱中间有一寡人做爱看迄个电视迄个政论性节目，对无？有个人安尼看了真受气，无看佫困袂去，所以做爱看，逐工拢爱拍开这电视看。但是咱详细来了解来讲，这个评论这个政论性节目的这来宾因往往家己的立场嘛，但是因大多数拢是去看对手的立场顶面的歹的所在去批评，差不多看对方无一定是好的。其实咱嘛平心来讲啦，咱真公平来讲，搁较歹的政党也是搁较歹的人，嘛有一点仔好处。但是如果你若徛的焦点，看的焦点失去平衡了，就有限制。这是角度失衡的原因。角度失衡对咱来讲会产生2种影响。第一种影响就是咱关心的范围就减少，你敢若关心家己，无要去关心别人。一个人的心若受到捆绑伊会将迄个关心的范围哪来缩小，缩到尾就是关心家己
啊，凡事拢用家己做优先，家己当做重要。啊，咱若做安尼，咱会较快乐，咱会受到保护。其实毋是呢，即款的人通常家己尾仔嘛会受到伤害，无一定会快乐。咱看起着圣经对咱的教示毋是安尼，圣经对咱讲，毋通家己顾家己，也嘛爱关心别人的利益，关心别人，互咱服侍的眼光会当扩大，咱生命的境界嘛扩大，咱的生命会较快乐。但是如果你若角度失去平衡了，你只关心家己，无关心别人，安尼就是真无好的事。咱看咱的周报今仔报告的第一点，咱知影，今仔咱的主力是特别为着原住民的团队书来奉献。因为咱知影真侪原住民的教会无论是伫部落也是都市，像咱今仔邀请来的别家教会，这是伫都市。实际上真侪原住民的教会因伫经济上拢是属于弱势。特别是因对团队这供应，有时拢会有欠缺咱拄则看因咧献诗咱今仔有老牧师甲区牧师伫咱的中间司琴的是因查某囝，指挥是因后生，敢是安尼规家拢爱服侍啦。因为咱知资源无够，人力嘛无够，真需要大家关心。咱教会每一档拢会有拨出一寡经费来关心，譬如讲咱拢会拨出咱的金额差不多30万来关心，但是咱期待会当关心30个，团队这一档一个人会当补助伊生活费用3万块，所以需要90万，咱佫欠60万，所以需要大家今仔来做伙来祈祷，做伙来参悟。所以牧师大家讲，毋通干那关心咱家己，嘛爱关心别人。咱已经有教育，咱就将咱的服侍的范围来扩大，安尼生命较会丰富。第二，角度失衡会造成第二个问题，就是只追求物质，无在意心灵。角度失去平衡，同时也咧说明讲，一个人的价值观被扭曲。当一个人的价值观错误了，伊只是去追求这世间的物质的世界，袂记这心灵是更较重要的所在。咱今日所读的经文是安尼讲，你所想爱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咱拢较熟的是和合本的圣经嘛，你要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所以心灵其实是比外在的追求这物件更较重要。当你的角度失衡了，你就是去追求这世间，袂记这心爱去保守咱的心。这是心乱的第一个造成的结果。第二，因为第一项角度失衡，所以咱的顺序嘛失衡，咱安排代志的顺序失衡。心乱的第二个现象就是，咱生命中间迄个重要的代志摆咧伫后壁面，次要的代志较摆咧伫头前。安排的次序顺序失去平衡。咱知一般管理学者将代志简单分做4种这今仔牧师毋是要甲大家分享管理学，因为咱中间有真侪人管理学拢比我较强只是简单来举几个例一种代志简单分做4种，第一种就是无紧急也无重要譬如讲咱明仔载会早起顿要食啥这无啥物紧急嘛无重要到时较来想就好这无真食啥货对咱来讲毋是足重要的代志所以无紧急也无重要。第二项就是无重要，但是真紧急譬如讲咱若要去坐火车，火车袂等人对无？时间到伊就走嘛。如果咱若上晚出发，就变做足紧急的代志，咱爱冲去坐火车。坐无着够要紧，袂要紧，你搁后一班嘛，对无？所以这是紧急，但是无真重要，要后一班所以咱等下若要坐电梯毋免紧张搁后一班这无重要，但是小可紧急第三项就是重要搁紧急譬如讲拍火啦火烧厝要去拍火若无马上去拍火会烧咱的财产，咱一寡
咱的生命财产会失去。好，所以这是重要，但是紧急。第四种就是重要，但是无紧急。比如讲，咱中间有一寡学生，明年要考学测，这是对伊来讲真重要，对无？但是无真紧急，因为明年咱有一段时间会当准备。照管理学者的讲法，就是讲，咱爱做啥物货？咱爱较侪去做迄个重要，但是无紧急的代志。意思是讲，咱将重要的代志逐先来做，毋通互伊变得紧急，逐时拢咧拍火，安尼就无好。但是偏偏有时阵咱人拢足奇怪，爱将重要的代志放踮伫后壁面，用真少的时间来做，却将真侪时间浪费伫无重要的代志顶面。譬如讲，有一寡学生，伊明明都要考试足紧急的代志，嘛足重要的代志，结果伊就感觉讲这个时阵我阁要放松一下，阁要来看电视，要来耍电动玩具，这个人生的安排，迄个顺序的安排毋对。所以咱应该爱做重要但是无紧急的代志。这对咱来讲真重要。比如讲，牧师感觉讲，每一礼拜讲道是非常重要，所以我毋通互伊变得紧急的代志。我毋通拜六下暗12点才开始伫遐咧写讲道篇，安尼就袂使啊。所以我至少拢上班，我嘛是礼拜日顶咧即礼拜大概将后礼拜已经准备好啊。所以咱中间小组长就知影，等下礼拜结束了，你就会当摕到牧师后礼拜讲道篇的大纲。因为这足重要的代志，所以我要事先准备起来，毋通互迄个变成咱咧大概拢咧拍火安尼。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如果若心乱去咱安排生命代志的顺序就会失去差错。咱爱真重要，爱去做迄个重要但是无紧急的代志。第三项，就是咱会发觉讲，当心乱去咱会拄到一个问题，就是时间顶面咱会失去平衡。这事实上甲第一项失衡有关系。因为咱若看代志的角度失去平衡，咱即个人的价值观错误会造成时间上的失衡。这款时间上的失衡会造成两个无好的结果。第一个就是无看去现在，只看去现在，无看去远远的代志。真侪现代人伊的眼光真短视，只是看眼前的利益，无看长远的代志。这真无好。包含咱个人同款，咱个人爱有人生的意向，爱有目标。咱爱看去这个目标，毋是只干那重视这个现在的代志。教会嘛是同款，教会爱看去上帝互咱伫咱的教会的计划，看去一个未来的意向，安尼咱较有奋斗的目标，毋是干那看现在要应付的代志。第二项就是真侪人惊看即生，无看永远活，因为这是影响咱上界大的代志。关于生命的代志，甲头前迄个讲的相共，真侪人只重视咱即个人生的享受，忽略咱有永远活命的愿望。圣经的教示毋是安尼。保罗甲咱讲咱并无关心看会到的，是关心迄个看袂到的代志。迄个看会到的是暂时的，迄个看袂到的是永远的。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咱爱去关心迄个肉体活命结束了的这个代志，用咱有限的人生去追求迄个真实的愿望。就是当咱肉体的活命结束了，毋是人生的结束，反倒当是上帝要赏赐咱永远活命的开始。所以咱今日分享这个，咱就明白，当一个人心乱去，伊会造成伊的角度失衡，顺序失衡，时间上嘛失衡。那安尼怎去面对？就是咱爱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安怎去保守咱的心。咱拄则所读的经文，对咱讲，你爱保守你的心，赢过保守一切。所思所想，
爱谨慎，因为生命是由思想定型。而且迄个心吼，现代中文译本来翻译做思想。意思是讲，咱爱保守咱的心，就是爱保守咱的思想，因为一生的效果是对咱的思想发出的。意思是讲，咱思想想啥物代志，会影响咱一生的命运。你心内想啥物，想好的物件，你的生命会哪来哪好。啊，你的思想若哪来哪歹，上负面的，就是讲上一寡无好的。你的生命就哪来哪受苦毒，哪来哪无好。所以圣经爱咱保守咱的心，就是爱保守咱的思想，保守咱的心思意念，互咱的心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的美好。啊，关系这个保守咱的心吼，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咱一步一步来学习。第一项就是爱除去咱生命中间的罪啦。因为罪是影响咱的心的代志，真侪生命中间失去平衡，拢是因为罪的因素。有真侪人袂感觉家己有罪，特别是咱台湾人，咱台湾人对罪的迄个感觉真无够。大家拢感觉讲我虽然毋是十全十美，但是无至到讲犯啥物款的罪嘛，但是咱来明白，圣经中间对罪的看法是内心的态度，毋是在敢若伫外在行为。有真侪人虽然外在行为看起来甲亲像无犯罪，但是伊内心起了迄个犯罪意念，这对咱来看，这就是罪的捆绑啊。所以耶稣对咱讲，你怨恨人就是杀人。你无实际上去杀人，但是当你开始怨妒、开始怨恨别人的时阵，耶稣讲这就是杀人。耶稣讲，你看到一个妇人人，你就起了淫念，就是犯奸淫。虽然你也会有犯奸淫的动作、罪行，但是你的心安尼想的时阵，已经是犯罪开始。所以，咱每一个人，咱心中拢会充满了怨妒，充满了怨恨。所以，圣经对咱讲，世间人拢犯罪，欠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创造咱原本这有照伊的形象所创造，原本就是美好的，但总是因为罪的捆绑、罪的缘故，咱无去活出迄个应该荣光上帝的画面。若安尼要安怎解决？其实这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上界重要的目的，帮助咱解决上帝，帮助咱解决咱罪的问题。所以，咱看起来这段经文讲。上帝无少牺牲基督，掠伊做赎罪祭，借着伊的死，互人对着神来得到赦罪。所以圣经人讲当咱意识到咱是软弱的罪人的时阵，咱愿意认罪悔改，我靠耶稣基督赦罪的功劳，咱会当除去咱心中的罪。所以要保守你的心的第一项，就是安怎？爱除去你生命中间的罪，就是我靠耶稣基督来除去咱生命中间的罪。当然，咱嘛爱常常祈求圣神提醒咱，爱互咱过一种圣洁的生活。如果咱有得罪上帝、得罪人的所在，咱就爱开始认罪悔改，互上帝甲咱中间无任何罪的阻挡，互咱会当有一个真畅通的管道去领受上帝互咱的祝福。这是第一项。爱处理咱生命中间的罪行，这是咱保守咱的心的第一项重要的代志。第二项，除了清去咱生命中间无好的代志以外，咱还去将迄个好的物件放入去咱的心中。咱的内心爱常常去思考迄个水果好的代志，因为水果好的代志放入咱的心中咱就受伊影响。咱的心受影响了，咱讲话、咱的行为都有正面的影响。所以保罗先生甲咱讲你乃常常留意遐个美好甲值得学乐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甲阳光的事，拢爱重视。其中这拢爱重视，就是讲你爱注意啊，你爱将伊放伫你的心肝内底，变做你生命的一部分。
咱清气咱心中的罪了，咱去将迄个美好的物件放伫咱的心中，咱活出来就是美好的生命。啥物是上界美好的物件？就是上帝的话嘛。咱常常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就诚做咱的帮助嘛。所以诗篇第1篇第2节，咱讲啦，每日三思上帝的律法，互咱的思想会当得到改变。这种人凡事顺利，伊所做一尽亨通。所以咱生命要活出迄个水的款式，就是你爱将迄个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诚做咱的帮助嘛。上帝的话那亲像光同款。所以圣经对咱讲，诗篇119篇130节讲，你的教训一解说，就发出亮光，互愚妄的人得到智慧。咱拢无够也聪明，但总是上帝的话伫咱生命中间做咱的引带，帮助咱，咱会当行伫上帝为咱备办的正道顶面。所以这就是讲查经班的重要。有人讲牧师你搁咧做制度性行销，搁咧推广你的查经班。其实牧师对这查经班有足大的期待，因为咱要透过这查经班来帮助大家研读上帝的话，互大家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福气。我确信，如果咱的教会有够的人数来参与这个查经班，咱有3个查经班的时段，互大家选择。如果有够的人数来参与，会当翻转咱的教会。咱来想看觅，咱是上帝百姓，上帝百姓若无读上帝的话，安尼敢对？咱亲像一个骹球队，骹球队上较主要就是爱练骹球，爱读骹球，爱去比赛骹球嘛。如果一个骹球队因不是去郊游野餐，不是咧煮餐，不是庆生会、火锅会，这敢是骹球队？是讲因骹球队只是拍开电视看人咧踢骹球，这毋是骹球队。一个骹球队就是爱去练习骹球，爱去学习骹球的技术，然后爱去比赛嘛。做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做一个上帝的百姓，就是爱读上帝的话嘛。所以牧师要鼓励大家做伙来参加查经班，因为查经班会当帮助咱将上帝的话放伫咱的心中，诚做咱生命的一部分。咱需要的时阵，上帝的话就提醒咱，互咱行伫迄个死正的道路。这保守咱的心，就是爱安尼。最后一项，咱爱知影，要保守咱的心怀意念咱靠家己一个人，往往咱拢会失败。要做一好一项代志，咱若家己一个人做，咱拢会常常会失败，因为无人鼓励嘛。因为一个人内心会起无好的念头，往往是安那家己一个人的时阵嘛。但是如果咱有一个支持的团体，安尼咱就比较较容易。所以咱咧做代志拢爱结伴做，较会久长嘛。感谢上帝，伊互咱身躯边安排真侪支持的团体。第一个是啥物？第一个就是咱的家庭，第一个就是咱的家庭。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如果你是家庭的一份子，你就爱互你的家庭成做一个属灵的支持团体，特别是咱中间做家长的，因为你的家庭如果若充满迄个属灵的氛围的时阵，这家庭的人拢领受祝福。所以，恁伫家庭中间到常常讲祝福的话，讲荣光上帝的话。伫家庭的中间到互相不断的带祷，咱到替咱的另外一半来祈祷，替咱的囡仔、替咱的时代来祈祷。如果咱若常常伫家庭中间营造这款属灵的气氛，你的家庭就成对一个支持的团体，属灵的支持团体，互厝内底的人会当时常得到帮助。所以咱对今仔开始，咱就逐工拢替咱厝内底的人祈祷，伫伊面前替伊祈祷，伫伊离开咱的时阵替伊祈祷，互即个家庭成做一个支持团体。有的人就牧师讲，牧师，阮厝里我一个信主，安尼要安怎？不要紧，上帝有替咱安排教会，教会中间有小组有团契，
中间有真侪兄弟姊妹，咱会当互相扶持、互相帮衬，互教会即个大环境也营造迄个属灵的气氛。为虾米？咱讲圣殿要成做万民祈祷的殿，就是因为透过祈祷，互咱教会充满属灵的气氛嘛。咱来到遮，咱所讲的话，毋通讲真侪人的话啦，爱讲荣光上帝，爱讲祝福人的话，互咱这教会这个氛围起造起来，这是将成做一个属灵的大家庭。互每一个入来这个所在的人，拢参与伫这个支持的团体中间，互相鼓励、互相帮衬，这是奔走天路的方法，也是保守咱的心的一个方法。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应该爱拄起咱生命中间来做，然后常常将上帝话放伫咱的心肝内底，佮加入这支持的团体，营造这支持的氛围，就当帮助咱保守咱的心。当然，这也无够。因为有真侪细节的问题，牧师佫要继续甲大家分享。咱要用一冬的时间来学习安怎去牧养家己的心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互阮会当伫你的话内底得到激励。恳求主你帮助阮牧养阮心灵的功课，互阮软弱欠缺的心会当勇壮起来。阮恳求主你，互阮混乱的心会当有顺序，会当明白你的计划、你的心意，然后照安尼去行。恳求主你保守看顾阮中间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因为你的话来得到福气。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